来看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动作有影是真济哦，伊个一直话讲要甲格陵兰岛甲买落来，即马台北人是总算出声，有人讲要倾1兆的美金，甲美国的加州嘛甲买落来，目前已经超过20万的人的数。 大家知影台北需要啥物无？搁较济日头光、中秋假、溜冰鞋，即嘛有真好的机会用实现这梦想。大家用甲川普买加州，这份由台北人发起的集资1兆美金买美国加州的请愿书，已经吸超过20万的台北民众人数。其中表示要将加州改名做新台北，迪士尼的乐园改做安徒生乐园等等，也列出台北买加州真侪好处，包含改善天气、稳定的游来经营，加对全球科技产业的掌控权。佮考察川普对加州的气嫌姿态，表示川普捌讲加州是联邦内底上破败的州，也甲加州领导人当年袂合，确定会用合理的计数卖掉加州。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展现对格陵兰的高度兴趣，佮讲要将买落来，引起在地人甲台北政府的强烈反对，表示格陵兰是非卖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前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表示，美国要买格陵兰，毋是咧讲耍笑。最近也有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支持川普的计划，是因为看重格陵兰的战略甲经济重要性。讲更较清楚，就是利用伊独特的地理位置，整合中国甲 Russia 行动。Its location and proximity to critical transatlantic trade routes places it at the center of several global debates.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Arctic region, where Russia has long maintained military assets and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with a clear strategic eye, is a direct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另外，格陵兰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大家拢想要爱。稀土元素是为科技甲国防拢会用到的关键材料。美国摕到格陵兰资源，也是非大大要降价，靠外国供应商，尤其是中国。It feels like we're saying they are an object that we can just take because we are the richest,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s so much that we can be doing without having to own Greenland. 华府杂志有一场辩论，时机也多是格陵兰3月11日举行的大选进程。选举主要议题有格陵兰独立的愿望、甲台北、甲美国的关系。华府的辩论当中，共和党参议员主要以罗西亚甲中国威胁当作美国买格陵兰的理由。根据顶礼拜7份上新的民调，85%格陵兰人反对美国买格陵兰，其中将近一半人将川普的高度兴趣当作是一种威胁。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